5月20日，資深男星吳岱融喺個人社交賬號上邊分享咗一個視頻，罕見晒出全家福同埋表白妻兒，講日日都會愛佢哋。視頻一開始，一家三口一字排開，一家之主吳岱融就梗係企穩 C 位啦。佢伸開兩隻手，將老婆攬住，畫面好溫馨。61歲嘅佢喺歲月嘅摧殘之下，已經係成頭白髮，皮膚亦都鬆弛。不過佢屬於越老越有型嘅嗰種。舉手投足之間都係氣場十足，唔怪得呢幾年 TVB 經常揾佢演有錢人或者係大 boss 啦。鍾淑慧亦都有57歲啦，但係佢無論係塊面定係身材都保養得好好，衣着樸素嘅佢亦都難掩出眾嘅美貌。狀態咁好，唔再拍戲就實在真係可惜啦。罕見露面嘅仔已經23歲啦，留住短髮嘅佢以灰色外套搭配白色嘅 T 恤，打扮斯文乾淨，俾人一種好舒服嘅感覺。佢身材高大，五官俊秀，同媽咪鍾淑慧個樣好似複製黏貼咁樣，靚仔嘅程度一啲都唔會輸俾老爸。據吳岱融透露，個仔非常懂事，知道爸爸媽媽賺錢唔容易，考取咗助學金，平時生活都好節儉，一餐飯只係使2蚊嘅新加坡幣。另外，受到咗父母影響嘅佢，大學選科嘅時候，亦都報讀咗電影科技，未來應該會進入電影圈發展。吳岱融一家生活咁幸福，實在係嚟之不易。